好，花莲这嘛因为风台河市区来饮水，公所去查所发现讲排水沟啊去互土沙塌掉咧，怀疑是附近的工地那边出来的目前相关的责任也过来厘清。原本就是一般的水沟啊塌掉，清洁队员驶来个压井司机想要疏通，也毋过拍开罐，才发现内底规个拢是沙石啊，管道已经滴要满到大路，无管落雨水拢排袂出去。以前不会，最近稍微大一点就会了。机车停的都是水啊。已经登记的沙石啊，爱靠清洁队员摕铁锅啊钢，佮用山挑挖，数量真惊人，无怪无法度排水。另外，这个沙石啊是为倒位来？清洁队员怀疑是这咧起厝的时，是工人员冲洗沙石的时，同齐流入水沟啊。其实，假如说建商或者自建人就是他盖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泥沙啦，或者把一些水泥的东西流到我们排水沟这边来的话，那直接排到排水沟。在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我们是可以按照废弃物清理法来裁罚。那裁罚金额是1200到6000。也毋过附近居民表示，这当日起的厝有几啊栋，恐惊无法度判定是倒一个工地所造成。对此，清洁队强调，建筑工地原本就有规定，袂当将沙石啊随水流入水沟啊，建商爱定时检查清理，会赔偿相关责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